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讲述就是第59页的质证现前的部分。那之前呢，我们已经讲到说，就是现前呢，它分类有根现前、异现前，还有质证现前、余协现前。那前两个呢已经讲述完毕。那今天呢是从质证现前开始。那在讲述质证现前的开头呢，就提到说，就是质证呢它的性向呢，就是所谓的能取向，或者说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直持向。那其实呢，我们一般在讲述的时候呢，就是会提到说有像是能取向和所取向这两者。那一般呢，就是像我们说，直屏的分别心，直屏的分别支呢，那它的所取向呢是放什么呢？直屏的分别支呢，它的所取向呢就是放直屏的分别支，它本身就是它的所取向。那能取向呢，指的就是说能直取它的另外一个了知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直取向。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像是直屏的分别支，它的所取向呢就是直屏分别支本身。那能取向呢，就提到说是质证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了说，就是质证呢，它的性向呢，我们提到说是能取向。那一般呢，就是在光光讲述个能取向呢，或是直持向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这边呢所指的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说它这个所谓的能取向呢，就是然后说它是了知向的意思，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是一个了知。它本身呢，就是它的体性呢，就是属于了知，所以叫做能取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说我们在解释能取向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呢，它能够领纳的呢，或是它所领纳的两者呢，都是属于心智，都是属于了知的部分，都是属于心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时候呢，称之为是能取向。那所以只要呢，它是属于能取向的时候呢，它只要是属于能取向的时候呢，那它呢本身呢就会是属于质证。那这个呢就是这边所讲到的性向。那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之前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那和质证它所不同的呢，我们就讲到说一个他证或者说是证他，就是说他在了知其他的就是外境的这一种的了知的时候呢，那这种呢称之为是他证或者说是证他。那这个就是说它在藏文的音呢，跟我们一般讲的单着知的那个音呢，其实是很像的。但是这边所讲的这个他证呢，并不是只说是单着知，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解释到说，单着知呢，它是唯有分别心才会有单着。那这边呢所讲的他证呢，指的就是说它不是质证的这一种了知呢，那我们就称之为是他证。那在讲述质证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在讲述四部中义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四部中义呢，也就是所谓的一切有部、经部、唯识，然后还有中观。那承许质证分的呢，像是一切有部呢，它是不承许就是质证。那经部中呢是承许质证。那同样的呢，唯识中呢，它也是承许质证。那在中观中里面呢，又分为说是秩序还有应成两派。那在秩序里面呢，又分为说随经部型的秩序派以及随余邪型的秩序派。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在讲述县官的时候呢，就是从县官的第一品到第八品呢，那最主要呢所依据的呢是依余邪型的秩序派。那为什么说主要是依余邪型的秩序派呢？因为最主要呢就是所依照的就是论著呢，是以就是圣解脱君还有狮子邪论师呢，他们就是他所造的明师论等等呢，以此来作为解释。那圣解脱君还有狮子邪论师呢，那他们两位呢都是属于依余邪型的秩序派的论师，所以呢，那这一派呢是承许有质证分的。那依经部型的秩序派呢，他们是不承许有质证的。那这边就解释完了就是秩序派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应成。那应成并不像秩序里面又去细分，就是应成它就是唯有一派。那应成呢，它本身也是不承许有质证的。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在佛教的四部宗义里面呢，像是第一个一切有部，那还有像是
秩序派里面呢，像是依经部型的秩序派，那还有说像是应成派呢，那这三者呢，他们是不承许有质证的。那为什么说在秩序派里面呢，它要分为就是像依经部型呢，还有依语协型这两者呢？因为就是在一个摄颂里面呢，有提到说呢，为什么秩序派呢会分为两者？就是它在承许的时候呢，像依语协型的秩序派呢，它就是承许有质证，但是呢不承许有外境。那依经部型的秩序派呢，刚好是相反过来，它是承许呢有外境，但是呢不承许有质证。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主要讲示到说，像是四部中义里面呢，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一切有部呢，它是不承许有质证的。那呢，它同样呢，它是承许说有外境的。那我们这边呢，就先一个一个来解释，就是像是一切有部，还有说像是经部中呢，它在四部中义里面呢，它是判为说这两派的中义师呢是属于小乘的中义师。那他们最主要依的经论呢，就是依照的就是初转法轮，就是依靠着佛陀的初转法轮呢，然后来安立了他们的宗义。所以呢，他们是初转法轮最主要的所化机。那所以呢，那这两者呢，也是称为就是小乘的宗义师。那他们最主要的所修呢，就是以无常等四谛16形象呢来作为他们最主要的所修。所以呢，他们以所修来说的话呢，他们是只能就是分到以所修来说，他们就是只能以人无我呢来作为他们最主要的修持之外呢，他没有办法再去细分像所谓的粗分的人无我或是细分的人无我，那乃至于说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区分到说所谓的二取空，或者说像是无地识、无自性等等这一种呢，那这是小乘的中义师呢，他所没有办法呢去理解的。那这边呢是以他所证得的部分、所修的部分来说，那同样的呢，那以所破来说的话呢，那他们也只能破除呢所谓的人我执之外呢，他并没有办法再把人我执区分为就是粗分跟细分的人我执，然后去对细分的人我执呢去做破斥，他就是仅仅能破斥，他的所破呢就只能安立为人无我，人我执。那同样呢，他最主要的所修呢就是安立为人无我。那这个呢是最主要呢，就是小乘中义师。那他们呢，一般我们会称他们是称他们是对法，就是对法的行者。为什么说是对法的这一些说对法中呢？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像一切法呢，都是他们所说的都是关于说对法的这些内容，也就是阿毗达婆的内容之外呢，他们没有办法呢，在对于细分的像这一些法无我，或者说细分的人无我呢来做探讨的缘故。那所以这两者呢，都是属于小乘的中义师。那刚刚呢讲到说，像是一切有部呢，它是不承许质证，但是呢，它是承许有外境的。那第二个经部中呢，那它无论是质证呢，或是外境呢，它是两者呢都是承许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是唯识中的部分。那我们讲到说呢，就是唯识中呢，它同样的，它也是承许有质证，而且呢，就是主要能够成立质证的这些理由呢，主要是对唯识中呢，它去成立的。所以呢，应成派它在破斥质证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以唯识中呢来作为它的所破。那我们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他除了承许说有质证，但是同样呢，他也是不承许有外境的。所以呢，它在于说刚刚所讲的呢，它在于说像是相较于小乘的中义师来说呢，像小乘中义师，他只承许了人无我之外呢，他是没有办法承许就是在为细分的法无我。那唯识的中义师呢，他是可以承许法无我的。那他的法无我呢，最主要呢，那也是从所破来说的话呢，就是他不承许外境的缘故呢，所以呢，他所谓的法无我呢，就是破除外境成立的这一分呢，就是他的法无我，或说他所谓的呢二取空，就是能取所取一体空的这个呢，是最主要呢他的法无我。那同样呢，反过来说呢，就是
执持外境存在的这种执着呢，就是他所要破除的。就如同小乘呢，他最主要的所要破除的呢是人我执一般。那唯识中呢，他最主要破除的呢，就是执持外境存在的这个执着呢，是他所要破的最主要的所破。那他在这边呢，跟下部中呢，就是小乘中意识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小乘的中意识呢，它是承许有我的。那这边讲有我呢，是讲到说，就是法无我的相反，就是它是承许一切的法呢都是有我的。所以小乘的中意识呢，它并不承许法无我，它只承许了人无我之外呢，它最细分的呢，就是人无我之外，它没有办法去承许到法无我的部分。但是呢，因为小乘的中意识它依着初转法轮的缘故呢，所以它承许一切法呢都是有我的。那等到了唯识中的时候呢，它的承许呢就跟下部的中意识不一样。它这个时候呢，它除了承许呢有人无我之外呢，它也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无我的，所以它也承许了比人无我呢再更为细分的法无我。那所以呢，这边讲说唯识中呢，它是承许了自证，但是呢不承许外境。那讲述完唯识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说中观秩序派。那中观秩序派呢，就像刚讲的呢，它有分为说依经部行，还有说像是依瑜伽行这两者。那依瑜伽行的瑜伽行呢，主要讲的呢，就是讲是说是唯识派。就提到说依瑜伽行的意思呢，就比方说它的见解呢，其实大部分呢就是在唯识的见解之上呢，然后再更为的深入，所以叫做依瑜伽行。所以呢，它就如同像是唯识中一般呢，它是承许呢有自证，但是呢，它是不承许有外境的，因为它主要的见解呢，就是在唯识派之上呢，然后再去深入，所以叫做呢依瑜伽行的秩序派。那依经部行的秩序派呢，那就只能说它是某方面就是某一部分类似之外呢，并不是全部都是如同经部中一般。因为呢，就像刚刚讲到了依经部行的秩序派呢，它是承许有外境，但是它不承许有自证。它是承许有外境，但是不承许有自证。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经部行呢，它是自证跟外境二者都同样承许的。那为什么说把它称之为叫做依经部行的瑜伽派呢？依经部行的秩序派呢？因为它最主要呢承许的外境呢和经部中所承许的外境呢是同样的承许的方式，所以把它安立为叫做依经部行的秩序派。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像是应成派。那应成派呢，就像刚刚讲的呢，它是呢不承许自证的，但是呢，它是承许外境的。那它为什么承许外境呢？因为它承许呢，就是色呢，就是直色眼知的，色是直色眼知的所缘缘，它是承许这一点的。就是它承许呢，色呢是直色眼知的所缘缘。那像刚刚呢，像是我们提到说，像是唯识，像我们提到说，像是唯识中，那它呢不承许说，就是唯识中它是不承许说呢，就是色呢是直色眼知的所缘缘。为什么呢？因为色和直色眼知二者呢，它是直异的，它是直相异的，它并不是直异的缘故，所以呢，它不承许说色呢是直色眼知的所缘缘，所以呢，它是不承许外境的。那所以同样的呢，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像是依瑜伽行的秩序派呢，它也同样的呢是同样的观点，所以呢，他们二者呢是不承许有外境的。那所以呢，我们这边总摄起来说的话呢，就是讲到说，像是不承许有自证的呢，在以四部中来说的呢，就是第一个呢，一切有部；那第二个呢，就是依经部行的秩序派，那还有应成派，三者呢，它是不承许有自证的。那另外那承许自证的呢，就是从经部中，然后呢依瑜伽行的秩序派，依瑜伽行的秩序派，那他们呢是承许呢有自证的。
那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讨论到很多像是质证啊，还有外境的呢。那有像说有承许质证不承许外境的，然后承许外境呢不承许质证的，或者说两者呢都承许的这一种。那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收摄。那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呢，主要是内道的部分。那如果说呢，我们再就是加上外道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以前在古印度的中医师呢，就是可以分为说像是内道和外道。那同样的呢，外道呢，他们也是不承许有外境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不承许有外境的呢，就像是第一个呢，就是外道徒。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道里面呢，那内道里面的四部中医里面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一切有部，然后呢，还有依经部行的秩序派，还有应成派呢，所以这四派呢，就是加上外道，这个四派呢，他们是不承许呢有外境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承许有外境呢？他们不承许有外境的缘故呢，就是他们不承许说，就是了知呢，他可以领纳了知，透由了知自己来领纳了知呢。那这一点呢，是他们所不承许的。所以透由这个原因呢，他们不承许有质证。那他们所举的譬喻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一把很锋利的刀子呢，那这把锋利的刀子呢，它只能去切，就是不是刀子本身，它要去切其他的东西，它要去这把锋利的刀子呢，它可以去切像是水果啊，或者说像是切木头等等。但是这把刀子无论它有多锋利的人，它都没有办法切自己的缘故呢，然后以此作为比喻，所以讲说呢，了知呢，它是没有办法领纳了知自己的，所以由此呢，他们是不承许有质证。那所以呢，不承许质证的这些中医师呢，那他们除了举例说，像刚刚就是刀很锋利呢，但是再怎么锋利呢，都没有办法切割自己之外呢，那还有另外一个譬喻呢，就比喻到说，像是我们的手指头。那这个手指头呢，就比如说食指的手指头，无论说这个食指的手指头呢，它多么的灵活，呢，它也只能触碰就是不是他自己本身的手指头之外呢，它可以触碰到很多其他东西，但是这个食指的手指头呢，它是没有办法触碰到食指的手指头它自己本身的，所以就以此作为譬喻呢，就是无论多细微的了知呢，它只能证得他者之外，它没有办法证得自己的缘故，所以呢，他们不承许有质证。那他们所引的经呢，最主要就是引楞伽经。就是佛所说的楞伽经里面呢，就讲到说，刀无论多锋利呢，它都没有办法切自己。那同样呢，手指呢，它无论多么的灵活呢，它也没有办法触碰到自己。所以了知呢，无论多细微的了知呢，它也是没有办法证得自己的。所以他们最主要呢，是以楞伽经的这个经文呢来作为依据，然后承许说呢，就是质证是不成立的。那虽然说呢，就是内部的中医，内道的中医师呢是透由就是以楞伽经呢，然后来承许说就是质证不成立的。但是呢，就是在内道的中医师里面呢，像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质证的方式呢，又跟就是上部中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这最主要呢是出自于就是克主杰大师呢他所造的就是释量论的解释，就是除心意安论里面呢，就是有讲到说为什么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质证。他不承许质证的理由呢，就是他不承许呢，就是一切有部，他不承许呢了知呢，它是有所显现的。因为你如果是质证的话呢，你一定要有所显现，才有办法成为质证。但是呢，因为呢，他不承许说了知呢，它是有能够显现，他都承许说，你只要是了知，你只要是认知的话呢，你就是无显现的。所以你透由这一点呢，他不承许质证。那这个呢是在克主杰大师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就是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质证的原因。那对于说呢，就是以内道的中医师呢，他承许就是质证的呢，那他们最主要呢也是依据的就是佛讲的经论。那在佛讲的这个经论里面呢，就有提到说呢，六知呢是为意知，六知呢是为意所领纳。然后呢，意知呢，就是此意知呢，它是能够就是透由它去了解，就是前面的六事。那这边呢，就是我们这边先讲到说，就是六事呢，它是为意知所领纳。那我们这边后面为意知所领纳的这个意知呢，就是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它跟前面六事里面呢，就是六知里面我们谈到说，就是根知还有意知合起来是所谓的六知，或是一般我们说的六事嘛。
六事为意之所领纳的这个意之呢，那它不能够把它看作是我们一般讲的像是心，还有意，还有事，这三者是同义的。但是在这边说六事为意之所领纳的这个意呢，并不能够看作是心，或者是意，或者是事同义的这个意。那这个意之呢，要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这个意之呢，所能够理解的呢，就是要把它理解为是自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呢，就是前面的六支或者六事，像是根支，以前面的五根支，或者说第六意识意支来说的话呢，它为后面的这个意支所领纳呢。那我们先讲根支好了，根支它是没有办法领纳自己的，就是根支它是没有办法证得根支自己本身，所以呢，他在讲明说，它为意支。根支就是六事呢，它为意支所领纳的这个意支呢，你除了解释为自证分之外呢，你没有办法解释为其他的，因为它本身呢也不会是六事里面的那个意识，而这边所讲的意支呢，就是有一个能够证得它或是领纳它的这个意支存在，所以这个意支呢就把它安立为是所谓的自证。所以呢，在这边讲说六支呢为意支所领纳的这个意支呢，后面的这个意支呢，它是所领纳的，它是所领纳的意思。那它所能领纳的呢，就是前面的六事，它所能领纳的呢是前面的六事。那它本身呢是能够领纳的这个意支，所以呢，承许自证的呢，它最主要是依据佛的这个经论提到说，六事呢为六支所领。六事呢为意之所领纳，那这个意之呢，除了自证分之外呢，就没有办法再放其他的，像是根支或是我们所讲的第六意识的这个意识，所以呢，就是把它只能另外再拿出来呢，然后安立为自证分。那所以呢，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讲说根支呢，它是没有办法了解自己，像是直凭的演示呢，它是没有办法正的直凭的演示自己的缘故呢，所以呢，还需要有另外一个意支来证得它。那这个意支呢，它也不会是意识里面的那一个意，所以呢，它就只能再另外安立一个自证分。那我们通常呢，就是在讲的时候呢，那也会说就是不承许自证分的中医师呢，他在破事就是有自证的破事的时候呢，他们会举一个譬喻，就是说自证呢其实是不需要的，就像灯火呢，它是可以照亮自己一般，所以心事呢，它了知呢，它并不需要再透由另外一个自证呢来证得它，因为就像如同灯火呢能够照亮自己一般，你并没有说你点了灯火之后，然后还要再拿另外一个东西来照亮这个灯火，你才能够看得清楚这灯火是不需要的。所以呢，他们由此呢来否认到自证。那像承许呢有自证的这一些中医师呢，那他们是如何来成立有自证的呢？他们就举喻说呢，就比如说像呢我们的直凭的眼支呢，它证得蓝色之后。那之后就是心绪中具备，心绪中有直凭眼识的这个补特伽罗呢，他之后在回想的时候呢，他会想起就是直凭眼支所现起的这个外境的瓶子，那他也会现起说呢，就是我之前呢，我有看到这个瓶子。那为什么他可以现起说我有看到这个瓶子呢？因为我们经常说直凭眼支他没有办法证得直凭眼支自己，那他是如何升起一个说我之前有证得瓶子，我有一个眼支呢，他看到了瓶子，有一个直凭眼支看到瓶子，他为什么能够现起来？就是瓶子还有直凭眼支这两者呢，就表示说他心里面呢有一个能够证得直凭眼支的一个自证存在的缘故，还有一个能证得直凭眼支的这个自证，所以这边所讲的能取，就是他能够取到直凭眼支。所以呢，这个补特伽罗呢，他之后在回想的时候呢，他可以同时想起就是瓶子，以及说我在那个时候我证到了瓶子，或者说我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瓶子，为什么能够现得起来呢？就是因为有自证分证得的缘故，所以他透由这个理由呢，来承许说自证呢是成立的。那所以呢，这边呢就提到说，他们为什么呢要承许自证呢？就是除了像刚刚讲的，就是当呢就是直凭的眼支呢，它在证得瓶子的时候呢，你如果不安立一个自证分的话呢，那直凭眼支它本身没有办法证得
没有办法直取或是领纳直品眼支本身的缘故的话，所以他一定要再安立另外一个，就是能够领纳他的质证分。那因为如果不安立这个质证分的话呢，那补特伽罗他在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现起来说，我之前呢我有看到瓶子，他就没有办法现起这样子的念头，因为他根本就心绪中没有任何一个正得直凭眼支的这个心事存在的缘故，所以呢他一定要安立一个能够正得直凭眼支的质证分。那接下来的就会讨论到说，那既然有质证分的话呢，那直凭眼支跟质证分跟能够正得直凭眼支的质证分两者呢，它到底是直一呢还是直相异的呢？那这时候呢就要说直凭眼支呢跟能够领纳到直凭眼支的质证呢，它二者呢是要是直一的，它们不能够是直相异的。因为如果说呢它跟能够领纳直凭眼支的这个了知呢，它如果是跟直凭眼支是直相异的话呢，那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那就变成说直凭眼支呢，它在领纳瓶子的时候呢，那它之后呢还要有一个能够领纳直凭眼支的一个了知，而且这个了知呢跟它是直相异的，所以呢就表示说这个直相异能够领纳直凭眼支跟它直相异的这个异知呢，因为他们是直相异的缘故，所以还要再有另外一个和这个能够领纳直凭眼支的这个了知，还要再有一个和它直相异的意支呢去领纳它。那这样去的话呢，就变成说你光一个直凭眼支就要有无数跟它直相异的意支呢来了知前一个东西。那这样一直推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变成说直凭眼支它反而本身没有办法领纳到瓶子，因为它光后面的一群就是一个正一个，一个正一个，这些都已经正不完了，那它如何去领纳到瓶子呢？所以就说他们说，如果不安立质证分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子的过失，所以一定要安立一个和直凭眼支呢和它是直一的这个和它是直一的，然后能够领纳直凭眼支的这个质证分的存在。那总之呢，就是刚刚呢就是有讨论到说，就是灯火的这个喻，那灯火的这个喻呢，那其实就是承取质证的这些中义师呢，他们也是用灯火的这个喻来譬喻，就提到说呢，就是灯火呢，就是质证呢可以证得质证，就像呢灯火呢可以照亮灯火自己一般，那他们也是同样呢引灯火的这个喻呢，然后来成立说质证的存在。那对于说就是不承许质证呢，像以应成的中义师呢，他是如何做这个破斥的呢？他会说，就是说关于灯火能不能照亮灯火这一点呢，那是有争议的。那应成派的中义师呢，他们是不承许这一点，因为呢，他会觉得说，如果说灯火可以照亮灯火的话呢，那就变成说光明它是可以照亮光明的。那如果说光明可以照亮光明的话，那同样反过来说呢，黑暗呢，它同样也能够隐蔽黑暗。那如果说黑暗能够隐蔽黑暗的话呢，那照理说我们在黑暗之中是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的，因为黑暗它本身可以把黑暗给隐蔽起来，所以在黑暗里面就应该是属于全黑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有的时候虽然说是在黑暗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微弱的一些色法，就是一些外色呢，我们眼睛还可以比如说看到某某东西的样子，或是某某什么东西，虽然说是黑的，但是你还是看得到。所以呢，他透由这一点来破斥说呢，就是如果你承许光明可以照亮光明的话呢，那就变成说黑暗可以隐蔽黑暗，但是呢，黑暗是没有办法隐蔽黑暗的。因为如果说黑暗能够隐蔽黑暗的话呢，那你在黑暗之中你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但是我们在黑暗中呢，还是可以看得到东西。所以呢，这个是宗喀巴大师他在入众论善显密术的时候呢，是把这个拿出来，然后就是应成派他在破斥秩序，在破斥唯识中呢，他以灯火的这个喻呢来成立质证的时候呢，那应成派呢是用这个呢，然后来做破斥的。那我们在了解说什么是质证之后呢，那接下来呢，那就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到，那质证现前呢到底是什么。那所以呢，关于这个灯火的譬喻呢，它到底是能够成立质证呢，还是说呢，它是要透由反方，就是不能由灯火喻呢来成立质证？那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大家可以去透由这个喻呢去思维说，比如说以质证，就是承许有质证的这些人呢，他承许灯火喻的时候呢，他就会去讲到说，
灯火呢是能够照亮灯火的，就如同呢质证呢是可以领纳质证一般，所以质证呢它不需要再透由一个跟它直一的一个质证呢来了知它，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像刚刚所讲的，会有无数的了知，一个普特伽罗心绪之中呢，它的这个了知呢会有无数的这个过失，所以呢质证本身呢它是可以了知质证，因为就如同灯火呢可以照亮灯火一般，那这些呢就是大家之后呢可以去讨论的，就是灯火域呢它到底能不能去成立质证，那还有呢灯火它到底是能够照亮灯火还是不能够照亮灯火，那如果灯火不能够照亮灯火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看到灯火的时候还需要有另外一个照明的东西，照明的设备去照到灯火，我们才能够看到灯火呢？所以这个是之后呢大家可以去讨论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讨论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呢，能取向呢是质证的性向。那这个能取向呢，就像刚刚所讲的呢，这个能取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呢，了知呢，它能够领纳了知这一点呢，叫做能取向。就是了知它可以领纳了知呢，就是我们用字面意思来解释这个能取，就是了知能够领纳了知，那透由这一点呢，就叫做能取向。那所以呢，就是能够领纳了知的话呢，所以只要是能取向的话呢，它也是唯有是了知，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既然是了知能够领纳了知是这里所讲的能取向的话呢，那就问大家说，那像是他心通的话呢，它是不是这边所讲的能取向呢？因为第一个它本身呢也是了知相，那同样呢它也是了知能够了知，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通，他所领纳的就是他人的心嘛，就是其他人的心和自己直相应，他人的心绪在想什么东西，或者说他能够显现他人的心，所以他了解的呢，他也是透由就是了知呢去领纳了知，所以他是完全符合就是能取向的这个能取的这个字面的意思。所以呢，能取向的这个能取呢，它到底表示着什么样的意思呢？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了知能够领纳了知，光这样去认知就够了呢，还是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呢，也是大家可以去讨论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般呢，我们通常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会加上一个简别，就是说呢，了知呢能够了知呢，是讲到说同一个普特伽罗呢，它自相续的这个质证呢，能够了知自己相续的其他的了知的缘故呢，就是你是要同一个普特伽罗，然后它同一个相续，就是它同一个相续的质证分呢，能够了知它自己相续的比如说像是持平的眼知之外呢，那像刚刚讲的，像以他心通来说的话，虽然说他是了知别人的心，但是呢，他是了知别人的心，但是其他人心绪中，就是其他人心绪中能够领纳他心绪直凭眼知的这个质证呢，并不会在我的心绪里面升起啊，所以他心通呢，它并不属于这边所讲的能够领纳了知的了知，它是不符合的，因为这边能够领纳了知的了知呢，是一定要是自相续的了知之外，没有办法呢安立其他就是他相续的普特伽罗之中的这个了知呢是不可以的。那如果说是这样子来回答的话呢，那其实呢我们也还是可以再继续深入的问下去的。那刚刚呢就讲到说呢，就是这边呢所要讲到的能取向呢，就是说了知呢能够领纳了知呢，是属于说自心绪，就是同一普特伽罗呢，他自己心绪中的了知呢，去了知自己自心绪的了知呢，那是这边所谓的能取向的话呢，那像是他心通呢，因为不符合这个，因为他所领纳的了知呢，是他心绪有情之中的了知，并不是自心绪的了知。那以这个呢来做回答的话呢，那接下来呢就会问到说，好，那如果说如同你所说的，就是以自心绪的了知来领纳自心绪的了知呢，是这边所谓的质证的话呢，那我们这边呢就先讲到说像是摄摩他。那我们知道说摄摩他呢，它是可以圆任何一法，就是有像圆石头的摄摩他，然后就是圆任何一法的摄摩他都是存在的。那既然圆任何一法的摄摩他都是存在的话呢，那比如说这个有情呢，这个普特伽罗呢，他在观修的时候呢，他的摄摩他是圆着自己心的时候呢，那请问
这个有情心绪中的色魔他呢，就是缘着自心的这个色魔他，他是不是这边所谓的自证呢？因为呢，就像这里所讲的，他也是了知能够了知，而且他这个能够领纳的了知呢，他并不是领纳其他有情心绪之中的了知，他也是缘着，他是透由自己的色魔他这个了知呢，然后领纳自心的另外一个了知，就是观心的这种色魔他。那这个观心的色魔他呢，他是不是也是自证呢？因为他是完全符合就是了知能够领纳了知的这个所谓的能取向的意思，它也是完全符合的。但是这样子讲呢，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以我们现在呢所看的这个经论呢，就是这一本论点呢，它主要是依着福生大师所讲述的。那福生大师还有提到说呢，只要是自证分的话呢，它就不可能是修所成慧，因为我们知道说，像是色魔他也要么他一定会是修所成慧，或者说是失所成慧。但是呢，自证分它不可能是失所成慧或是修所成慧，为什么呢？因为自证分它是天生的，它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具生的这种心事，它并不用透过我们的修学之后才能够产生。但是只要是生魔它的话呢，它就是要透由就是失所成慧或是修所成慧才能够产生。所以这边讲到说，它就是观心的这种色魔他呢，他也没有办法成为自证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是，因为呢他是修所成慧的缘故。那这边讲说，因为自证分，凡是自证分呢，它是具生就有的缘故，所以它不需要透由修行就能够拥有。所以呢，就是缘自心的色魔他呢，他也没有办法安立为就是这边所讲的能取向。那所以呢，就是刚刚有讲到说呢，其实不论是三大是哪一个学派呢，他们都是承许说是自证呢，它一定是具生而有的，它不需要透由就是修理而产生，它是不需要透由修理而产生的。所以呢，只要是就是未成佛的补特伽罗呢，他心绪中的自证呢，就一定不会是道，他一定不可能会是道。那唯一呢，就是有争议的呢，或者说有争辩的，就是成佛之后呢，那佛心绪之中的自证呢，那到底是不是道呢？那这个呢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尚未成佛之前的这些补特伽罗呢，他心绪中的自证呢，就一定不会是道，这一点呢是全部都共许的。那唯一就是大家会有不同成学的地方，就说那成佛之后，他心绪就是佛心绪中的自证呢，到底是道还是不是道呢？那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那这个呢是刚刚所讲到说，就是提到说，那如果说像是观心的色魔他呢，他到底是不是属于自证呢？就是刚刚是这个辩论。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述说受的时候，像受心所，就是说我们感受到乐苦，或者说舍受、乐受、苦受，或是舍受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说受的时候呢，你产生乐受的时候，其实就是受心所它本身呢，它的体性转为乐受，就是所以呢，这个受心所呢，就是它也是完全符合于这个能取向的，因为能取跟所取二者呢都是受，就是他所领纳受心所，他所领受到的这个乐受呢，并不是说有一个快乐呢在外面。然后色心所呢在里面，然后这个受心所呢，它领纳了这个快乐之后呢，它变成了乐心所，它变成了乐受，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这个受呢，它本身转为乐受的时候，就是它的体性直接变成了乐受，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快乐，或者说它的体性直接变成了痛苦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苦受的这种痛苦出来，并不是说有另外一个乐在那边，或是另外一个苦在那里，让我们去感受它，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边讲说，那同样的呢，就是受呢，它也完全符合于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了知呢，它是领纳了知。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所谓的能取跟索取二者呢，都是受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受他自己领纳了乐受，然后为什么他领纳乐受呢？就是他的体性转变为乐受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他领纳了乐受。所以其实这边的能取索取二者呢，都是受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那同样它变成苦受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那这边就讲说，那至于说受心所来说的话呢，它是不是也是属于自证的？因为它是完全符合于能取的，就是讲到说呢，了知它能够领纳
自相续的了知，因为这个是自己相续，他也不会去了知到其他人心绪的乐或是苦，他也是感知自性的话。那所以这边讲说，那受呢，它是不是呢也是所谓的自证呢？那这边讲说呢，就是同样的呢，只要是自证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心王或是心所任意。只要是自证的话呢，它就不会是心王跟心所任意。那就是以上呢讲了这么多的辩论，那其实呢，就是大家呢，就是要能够从这里面呢，就是理解到一些，就是从里面呢听出一些重点。那刚刚讲的虽然说很多的辩论呢，那像刚刚在讲到说原自性的摄摩他的时候呢，那大家就可以从这里面呢听到说，哦，只要是自证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修力所成。这个呢，就是可以了知到说，只要是自证，它就一定不会有修力所成，所以它不可能是思所成慧，也不可能是修所成慧，因为呢，它一定是具身就有的。那同样呢，只要是自证的话呢，就像以后面这个受心所来说的话呢，同样呢，自证呢，它也绝对不可能是心王跟心所任意。那这个呢，就是大家要从这里面呢听到的东西。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光就是能取向这三个字呢，在解释的时候呢，那从里面就可以有很多的思维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如何呢去完全无误的呢去解释这个能取向呢，就是可以透过很多的地方呢去做思维。那也举了很多就是他中呢就是的想法，那他中这样，那智中呢是如何呢去做思维以及辩论的呢？那就是从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想到很多的东西。那这边呢，最主要讲的说，就是能取向呢，它是自证的性相。那在了解了能取向是自证的性相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那自证现前是什么呢？那同样的呢，以离分别且无错乱之能取向，或是以离分别呢且无错乱的，执持相呢，是自证现前的性相。那同样呢，前面以离分别且无错乱，这个呢是全部都一样的，就只要是现前呢，它都要符合这个。那同样呢，无错乱呢，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它的显现境呢不错乱的缘故，它并不能像说把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的这种眼知呢，那就是显现境上的错乱。所以呢，这边讲无错乱呢，是讲述到说在显现境上呢无有错乱。那以离分别呢，那以离分别说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就是说以离分别就提到说它不是分别的意思，它并非是分别之的意思，所以提到说以离分别。然后另外一个可以解释的角度呢，就提到说以离分别是为什么？就是自证呢，它在升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只要是分别之呢，它一定是要透由异共相才能够升起，它唯有依靠着异共相才能够升起的分别之。但是自证呢，它升起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依靠着异共相。因为呢，任何一个心事，它在升起的时候，自然而然它的自证呢就会同时的升起，就是它完全呢是不需要依靠着异共相，不用关待说它是否有关待的异共相，是否有这个异共相现起之后呢，它才能够升起这个心这个了知。那要透有异共相才能够升起这种了知的呢，那就一定是属于分别知。但是我们就讲到说自证知呢，它是完全不需要透过异共相的，因为你心绪中的任何一个了知，它在升起之后呢，比如说直屏的眼知，或者说直屏的分别知，它现起的同时呢，它的自证呢就同时显现了，所以它是完全不需要依靠异共相的。所以这边以离分别呢，说之前所讲到不是分别呢，这边我们可以理解到说呢，它是不需要依靠着异共相就能够升起，所以它一定是以离分别。那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以离分别呢，且无错乱的能取向呢，是自证现前的性相。那就讲到说，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后面的能取向呢？因为像说以离分别呢，且无错乱的话呢，那像是前面所讲的跟现前呢，它也是完全符合的。就是第一个呢，它也是以离分别，因为它也不是分别，而且我们知道根知在升起的时候呢，它不需要依靠着异共相，它是依靠着就是五根，所以呢，它是以离分别。然后呢，同样的呢，它对它的显现境呢也是不错乱的。那显现境不错乱呢，也就提到说呢，就是它所显现的呢跟事实呢是相符合的，是符顺于事实的呢，所以提到说呢它是无错乱的。那根知呢，它也同样呢是符合这样子的，但是呢，它并不是自证现前。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就讲说，为什么要加上这个能取向呢？能取向的意思就是说，它呢一定要能够，它所领纳的呢一定要是了知。但是呢，我们之前就有提到说呢，像是以跟现前
以跟现前来说的话呢，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往外见的了知，它并不是属于往内见的了知。那之前就提到说，只要是质证呢，它一定要是往内见的了知。所以呢，如果不加上能取向的话呢，只是说以离分别且无错乱的了知的话呢，它是没有办法成为质证的现前的。没有办法成为质证现前的倾向，因为像是跟现前呢，它也是属于以离分别且无错乱的了知，但是呢，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为什么一定要加上能取向的缘故，就是它一定要是呢能够往内见的一个了知。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